Hello，大家好啊！歡迎大家又一次嚟到衝場啦。新一季嘅歐聯嘅聯賽階段咧，就喺唔夠2個星期後咧就會開鑼啦。咁亦都喺禮拜四嘅時候咧就抽咗籤。上屆屈居亞軍嘅阿仙奴咧，頭8場賽事咧都有唔少係幾強嘅對手啊。首先咧就會作客啊，要對呢一個嘅拜仁慕尼黑啦，然後就主場咧會迎戰皇家馬德里。咁另外咧，亦都會對住咧係四大聯賽嘅其他嘅對手嘅。咁啊，今日同大家講一講翻啦嚇。咁啊，另外轉會窗方面咧，喺增兵或者賣人方面咧，都未有一啲新嘅進展啦。不過喺啱啱禮拜四嘅時候咧，亦都有一個嘅消息就係咧，青訓出身嘅域斯尼爾遜咧就宣布同球會解約，咁就以自由身離隊。咁即係話阿仙奴咧未能夠喺尼爾遜嘅身上咧係收翻任何嘅轉會費啊。咁啊就好多亞迷都話：喂，點解即係阿仙奴喺賣人方面咁失敗嘅咧？咁樣咁啊都可以陣間即係簡單講一講下啦。不過其實都唔係好知點解咁失敗啊，都話。咁啊，歐聯啦，咁啊已經去到第3季咧，採取就係俗稱瑞士制嘅 League Phase 啦。咁啊36隊波咧就按住近季佢哋喺歐洲賽嘅戰績咧，分4個 pots，咁然後每個 pots 咧就都會對咧2支嘅球隊啊，咁啊主客各1場，咁啊總共咧就踢8輪啦。咁啊上一季喺 League Phase 咧8戰全勝嘅阿仙奴咧，8支嘅對手咁啊分別係有西甲嘅皇家馬德里啦、德甲嘅拜仁慕尼黑啦。然後都係嚟自德甲嘅多蒙特啦，跟住係有西甲嘅貝迪斯啦，法甲嘅里爾，意甲嘅拿波里，跟住有呢個捷克嘅布拉格斯拉維亞，同埋第一次打入歐聯呢一個嘅聯賽階段嘅亞塞拜疆球會沙巴嘅。咁啊主場嗰4場就係皇馬啦、多蒙特啦、里爾同埋沙巴啦，作客咧就係呢個拜仁啦、貝迪斯啦、拿波里啦同埋呢個布拉格斯拉維亞嘅。咁啊，改制之後就你每一隊波咧，咁啊，就算你排 Pot One 都好啦，咁啊喺 League Phase 咧都至少咧會碰到2支叫頂級嘅球隊噶啦。咁啊，若果係睇翻即係佢哋喺嗰個即係歐聯係數嗰個排名咧，我就覺得阿仙奴今次抽到呢支籤咧，中籤偏向少少中下啦，即係我又唔會覺得話叫做好中下啦嚇，即係中同中下之間啦，即係好籠統地咁樣去即係講一個我自己形容㗎啦咁。咁啊4個 pot 嘅對手，咁咪睇佢哋歐聯係數咧，其實都惡啃嘅嚇。你 pot one 咧就抽到即係叫排第2嘅呢一個嘅拜仁啦嚇，呢個排第2嘅拜仁啦，同埋第3嘅皇馬啦。Pot two 咧，你又抽到對即係排第1最高嘅呢一個多蒙特，跟住就對住一隊貝迪斯啦。Pot three 咧，你都係抽到啲前列嘅，即係比較前嗰啲嘅嚇，里爾同埋呢個拿波里啦。即係拿波里本身可能佢喺歐聯戰績差啦，但係你睇翻佢陣容裏邊，其實真係又唔差嘅喎。即係我都估唔到，原來佢跌咗落去呢個即係 Pot three 嗰度添。Pot four 咧嚇，即係叫做最弱嗰個咧。你都抽到最弱裏邊最強嗰隊嚇，即係布拉格斯拉維亞咁啊，唯一就係呢個真係魚腩嘅呢個沙巴咁樣啦。咁如果講即係呢8場波個難打度咁啊，作客拜仁就梗係5粒星㗎啦 ，S 級啦嗰啲係嘛，又要對住呢個 Harry Kane 啦，又要對住嗰班即係戰力好強勁球員啦，奧利斯啊，即係梅斯亞拿啊嗰啲咁樣啦咁。咁啊，今季佢哋就有呢個新加盟嘅摩洛哥前鋒沙巴利啦，即係世界盃嗰陣時入過巴西波嗰個啦，仲有咧係德國國家隊嘅後衛布朗啦。嗱，歷嚟15次對住拜仁咧，阿仙奴就冇乜甜頭嘅，4勝3和8負咁啊！大家都會好記得喺雲加最後嗰幾年，即係不斷去抽到對拜仁啊、巴塞嗰陣時係狂不斷輸噶嘛嚇，有一年係好慘地2回合輸2-10啦。咁當然而家阿仙奴喺戰力上同拜仁係有得揮嘅嚇，例如你上一季咁都可以主場贏3-1啦。咁而嗰一段咧，上季即係11月尾贏波嗰一段咧，可以話係阿仙奴上季嚟講其中一段好 fit 嗰一段噶啦。咁啊睇下點啦。咁啊我寧願呢一場就真係早啲踢好啊，即係早啲踢你而家都球隊都仲係 full team 啊嘛，即係暫時你係冇咗添巴同埋沙利巴啫咁樣。咁啊，其餘位置都係一個有充足兵源之下咧，開季我覺得你嗱嗱聲打咗佢咧，其實我覺得係有着數嘅。咁當然係唔係真係可以到時抽到咧？咁啊當然就唔知啦嚇。
主場對皇馬，咁我覺得就係個心理優勢啦嚇。阿仙奴歷嚟喺歐聯4次對皇馬咧係未輸過㗎，3勝1和咁啊。當然係最經典就係前嗰季兩回合雙殺啦。咁啊，當然就係更加難忘嘅就係阿懷斯仔嗰兩球靚到絕嘅罰球啦咁樣。咁不過你去到而家就大家都抹走前季啊，即係8強叫做清脆贏嗰兩場啦。咁因為今季咧要對邊個咧？對住摩連奴咁啊，摩連奴對住阿仙奴嘅戰績嗱，雖然都係啲好多年前啦，即係10幾20年前嘅事啦咁樣。咁但係個心理上，你硬係覺得，唉，即係阿仙奴或者摩連奴對住阿仙奴係有啲計嘅咁樣。咁啊會唔會即係以前雲加就係即係俾佢食住啦嚇？咁會唔會去到亞迪達會有啲唔同咧？咁樣啊，呢個都幾期待嘅呢一場主場賽事。咁啊，到時試下抽飛啦，睇下抽唔抽到啦，應該都好難抽到噶啦。咁啊，今季佢哋亦都戰力方面係有所增強啦。咁啊，有古古尼亞啦，有呢個巴拿杜斯華啦，亦都有干拿迪等等嘅加入嘅。咁啊，實力應該有增無減噶啦。咁啊，好彩主場啫。咁啊，主場咁我覺得都會好少少嘅咁樣嚇。咁另外就作客拿波里啦。咁啊，往績就阿仙奴都係佔先嘅嚇，3勝1負。咁但係我都講啦，即係雖然佢擺喺 Pot 3啦，咁但係 Pot 3嚟講，我又覺得佢啲人都唔差喎嚇，有迪布尼、有麥湯文尼、有呢個海倫咁樣嚇咁。咁啊，另外多蒙特咁啊，曾經有好多連續有幾季都接連遇到嘅往績啦，即係之前計就互有輸贏啦嚇，4勝1和3負啦。咁啊，好彩就係呢一場係主場咁啊，相對地咧我感覺會好少少啦，叫做啊。咁剩低嗰4場，咁我覺得就算係牌面上係比較易近噶啦。咁啊，其中3隊咧係阿仙奴第一次咧同佢哋咧喺呢個歐聯咧碰頭噶。主場就會對法甲嘅里爾啦，咁啊將會面對住麥巴比個細佬嚇，即係話我哋今屆咧阿仙奴就會先後咧會迎戰呢個麥巴比嘅兄弟啦。咁而另外就會迎接咧，就係亞迪達嘅舊隊友，就係咧仲未退休㗎，銀河唯一基奧特啊，即係去咗里爾，嚟緊會今季係第2季啦。咁啊，睇下到時佢有冇機會喺呢個酋長球場上陣啦。咁啊，相信佢翻到嚟嘅時候咧，咁啊，即係主場球迷應該都會好高興嘅。咁啊，另外嚇季前熱身賽對過嘅貝迪斯咧，咁啊，阿仙奴就再一次要作客啦。咁啊，到時咧又會遇翻咧係前槍手比爾連啦。至於呢個捷克嘅布拉格斯拉維亞就連續第2季就碰頭啦。咁啊，上一季咧阿仙奴都係作客嘅，咁啊當時就輕取3-0啦。實力上當然係有個差距嘅，不過即係就要睇呢一場波咧，究竟幾時踢啦？因為作客捷克咧，如果你真係唔好彩抽到嗰啲12月啊、1月啊嗰啲咧嘅時候咧，咁啊隨時咧，即係11月尾啊或者即係布拉格咧，隨時咧就會落大雪嘅。咁啊記得好記得差唔多20年前啊，應該即係當年仲係和確特啊、費比加斯啊嗰個年代咧，咁啊有一次都係對住布拉格斯拉維亞嗰場係11月頭咧。已經係落雪落到咧成個球場咧係白雪雪咁樣噶啦，咁啊結果嗰一場咧阿仙奴係贏唔到嘅，咁所以呢一場波除咗係睇嗰個雙方實力之外咧，仲要睇埋到時嗰個天氣啊。如果你話落大雪咧，咁啊對阿仙奴嚟講可能都幾拗教嘅。咁啊連串硬嘢當中咁啊都好啦嚇，抽到一隊魚腩啦，同上一季都一樣嘅。今次就抽到一隊咧，第一次打入呢個歐聯正賽，咁喺36隊當中咧，叫做排最尾嘅沙巴啦。咁啊呢一隊咧係2017年先至成立嘅亞塞拜疆球隊啊。咁啊佢就嗰個位置上就好近呢個即係巴庫嘅，亦都好近呢個裏海嘅即係海皮咁樣嘅。咁啊前幾日佢哋喺附加賽咧就原本喺劣勢之下咧對住呢個以色列啊嗰一隊嘅比亞斯華夏普爾啊，話好鬼長啊個名，咁啊奇蹟反勝啊，最後係即係擊敗對手，咁啊亦都阿仙奴好彩嘅嚇，即係抽到呢一隊唔使長途跋涉咁飛去呢個亞塞拜疆，咁啊免咗啲舟車勞頓啦，咁啊呢度起碼就應該至少都呢3分應該都冇黐牙啦啩嚇。嗱8場波咧。邊日踢邊場咧？而家係未定嘅。不過咧，8輪咧，邊一個禮拜踢咧就已經定咗噶啦。咁啊，9月8號嗰個星期就會踢第一輪啦。跟住10月13同埋20號嗰2個星期就踢第2、第3輪啦。
11月3同埋11月24就踢第4、5輪，12月8咧就踢第6輪，然後到1月19同埋27咧就會踢第7同埋第8輪嘅。咁啊，暫時咁睇咧，咁啊有幾輪咧，應該都會比較係難啃啊。咁啊，先講就係11月尾嗰一度啦。咁如果係11月24、25嗰一個係第5輪嘅時候咧，夾喺中間嘅咧就會係之前就會係作客紐卡素，咁啊跟住踢完呢個歐聯翻嚟咧，主場咧就會對曼城啦。1月咧好得意啊！1月尾即係第8輪嗰一場咧，喺啱啱咧，竟然又係對呢兩隊喎，即係先係今次就係主場先對紐卡素，跟住就踢第8輪嘅歐聯，然後就翻到去呢個作客咧就要鬥呢一個嘅曼城，咁所以咧早早鎖定到前8咧，咁係非常重要嘅，咁變咗你有空間係1月27號嗰一場嘅第8輪，可以即係派啲副選上陣咧。係好緊要嘅嚇，因為到時我諗到去到1月嘅時候咧，相信嗰啲嘅即係即係啲球員嘅傷患啊，跟住嗰啲疲累啊，都已經累積到唔少噶啦。咁所以就希望嗰一場可以提早出線啦。咁啊變咗就喺紐卡素同埋曼城呢場嘅中間咧，都有一個喘息嘅地方啦。12月都難搞嘅嚇，12月如果佢係8號嗰個禮拜嗰場咧，之前咧就要對熱刺啦作客啦，咁啊之後咧就要對呢個般尼茅夫，咁啊般尼茅夫上季我哋係即係輸俾佢㗎，記得啊，即係我哋主場係輸俾佢㗎。咁而另外11月3號第4輪之前咧就要作客利物浦啦，咁啊而跟住嗰個星期咧就主場鬥侯城嘅。咁而9月嗰一場咧，咁啊都惡啃㗎嚇。你睇第一輪即係8號嗰個禮拜咧，先會係禮拜日會對呢個車路士啦主場啦，然後咧踢完週中嗰場歐聯之後咧，就會有3場嘅作客，咁啊2場就係呢個聯賽啦，分別係作客去到東北嘅新特蘭啦，跟住就中間會有一場嘅聯賽杯嘅，就係作客呢一個嘅死啦！突然間唔記得咗添，作客對葉士域治，係啊，冇錯冇錯，真係咁啊，係啦，咁啊，所以咧嚇，真係踢到斷氣嘅嗰個咁嘅時候，如果你真係連續係即係4場波係要咁樣去踢法嘅時候，咁所以咧陣容就已經好有深度啦，咁啊變咗究竟嚟緊呢一個嘅轉會窗關閉之前，咁啊可唔可以真係有呢一個嘅新兵加盟咧，都係相當之緊要嘅。咁啊上一季嚟講，咁啊抽籤嗰陣都係難打噶啦，咁啊當時就有拜仁啊、國米啊、有馬體會啊、畢爾包咁樣啦，咁啊結果咁啊打出咗個8連勝出嚟嘅，咁啊睇下今年咧。可以即係變成點樣啦？咁啊，我就真係唔強求嗰啲所謂咩排第一㗎啦。咁啊，保住前8咧係有個優先嘅。咁但係若然真係唔好彩嘅話咧，附加賽咁你咪踢咯。咁我又覺得嚇，即係真係PSG 之前2季贏冠軍。其實佢哋都係踢附加賽㗎啦，咁最後都贏到係咪？咁啊，所以呢啲嘢係喺呢一個嘅賽制之下咧，其實好多嘢都會發生嘅嚇。即係就算你俾你8戰全勝，或者你前8咧，都唔代表你一定去到呢一個16強咧係會好穩陣嘅。咁所以好多嘢咧都要即係到時即係踢過先知啦。轉會消息咁啊，呢一日就未有啲咩新進展啦。咁但係就有球員係離隊啦。咁就域斯尼爾遜咁啊，佢8歲已經成為阿仙奴嘅青訓啦，咁啊，終於結束咗咧佢喺兵工廠18年嘅歲月，球會咧願意同佢解約啊，咁而佢嘅離隊咧，亦都意味住咧，而家成個阿仙奴嘅一隊入邊咧，就再冇任何咧喺雲加年代上陣過嘅球員喺度啦。咁佢嘅合約原本就去到下年嘅2027嘅，咁啊之前韋斯咸咧據報同佢斟過啦，咁啊仲話大約300萬磅可以成交噶啦，咁但係結果咧到而家都係冇米粥咁樣，咁而家提前解約，咁即係話咧。呢個阿仙奴咧就任何轉會費都收唔到啦，咁啊好多球迷就會覺得啦，咁啊點解阿仙奴喺賣人方面咁差嘅咧？咁因為你睇到其他喂車路士啊、呢一個曼城啊嗰啲啦，一啲好唔受重用嘅球員都可以閒閒地咧賣到即係幾千萬嘅咁樣，咁啊尼爾遜咁啊假啲
地都係一個即係叫做喺勁旅阿仙奴出身啦，係英格蘭人啦咁樣，咁點解會咁咧？咁樣咁啊，但係你又睇翻即係如果單從佢過往嘅表現計，即係英格蘭人呢一個嘅即係冇辦法喺佢嘅身上去叫做有一個所謂叫做增值啊嚇，你睇唔到佢有一啲叫做好突出嘅表現嘅啊。由2017年嗰一季，即係呢個雲加佢最後執獎嗰一季，佢首次喺一隊上陣去計咧，9個球季咧，其實佢係4次啊，總共4次係外借出去嘅，比較成功嘅話就可以話係最早嘅時候去到呢個荷芬咸啦，同埋即係之後去過飛燕諾啦，都係有比較即係恆常嘅正選踢嘅。咁但係去到例如前兩季喺富咸喺賓福特咧，其實都唔係好受到重用嘅。而喺阿仙奴咁，佢就上陣咗90場啦嚇，9季裏邊踢90場，其實真係唔多嘅啫。咁啊，不過又因為有幾次都去咗外借嘛，入咗8球波。咁啊，當然最令人深刻嘅就係2023年2月3月啊嗰一場對呢個般尼茅夫啦，應該係3月啊，好似係嘛？補時8分鐘嗰下絕殺啦，咁啊令到嗰一日咧主場一度落後2球嘅阿仙奴咧就反勝3-2，咁亦都相信都係因為當時呢一球啊換取到佢喺同一年嘅夏天咧就續到一份新嘅合約咁樣。咁啊當然而家睇翻咁啊，當時其實都真係有啲賭博嘅嚇，即係當年23歲，咁你覺得佢係咪仲可能有一個上升空間咧？咁樣咁啊，既然佢入咗一球咁關鍵嘅入波，咁啊亞迷都好高興嘅時候，咁可能當時有咁嘅諗法咯，覺得啊咁啊俾佢啦嚇4年約，咁啊再加埋據報當時都10萬磅嘅周薪，咁但係當你見到就係佢呢一個嘅人工係完全就係不能夠反映到佢過往幾年嘅表現啦嚇，咁你數翻即係例如根據啲網站嘅人工低過佢嘅有咩人咧嚇，同你數下啦，有 Raya 啦，3屆金手套嘅 Raya 啦，有添巴啦，有蘇比文迪啦，同埋咧續約之前嘅加比爾咧，應該人工都係10萬磅樓下嘅咁樣。咁所以我覺得就好大可能都係因為佢嘅而家攞緊人工啦，同埋近呢幾季嗰個表現啦，一啲傷患嘅歷史啦，係一個佢好似而家喺個市場係，如果你話要俾一個轉會費，其實係一個無人問津嘅原因嘅咁樣。咁嗱馬後炮咁講啦，即係如果你話當年2023係冇同佢續約嘅，你話佢可唔可以賣得出一個比較好啲嘅價錢咧？咁樣嗱，即使冇好似例如尼基迪亞、路維啊嗰啲賣到3000零萬，咁千零萬可能即係3年前可能都有得執翻下啩，即係英格蘭人嚟講。咁不過就冇如果啦，呢個世界嚇咁樣。咁而家就佢自由身咁啊。至少可以釋放翻就係10萬磅周薪嗰一個嘅即係支出啦，咁啊對阿仙奴嚟講咧，都係一件好事嚟嘅。咁啊希望佢揾到好人家啦嚇，即係如果肯減薪嘅話咧，我相信喺英超下游咧，其實我覺得係佢會有着落嘅。咁啊嗰幾隊升班馬而家可能都仲係去埋緊班，希望揾一啲有英超經驗嘅球員。咁相信如果佢去到嗰啲球會咧，不愁係冇正選踢嘅。咁希望阿李信都能夠喺即係新嘅球季嚇，即係有一個新嘅一個起點啦。咁啊，希望佢都可以能夠繼續喺佢嘅職業生涯上咧，係揾到佢嘅出路啦。好啦，今集講到呢一度啦，咁啊，麻煩大家都要 comment like and share 啦，同埋要訂閱衝場啦。咁啊，之後咁啊呢個嚟緊下個禮拜一阿士東維拉嗰一場波之前咧，咁都會同大家做一啲前瞻分析嘅。咁啊，到時記得要留意啦。今集嚟到呢度，麻煩大家要 comment like and share 同埋訂閱我嘅頻道啊。下一集再同大家見面，拜拜。